香港馬拉松今朝早舉行，埃塞俄比亞跑手以破大會紀錄嘅時間贏得男子馬拉松冠軍。香港跑手就包辦男女子10公里第一名。由容日富報導。最多人參加嘅10公里賽事，清晨5點45分喺東區走廊起步。今年各組合共有35000人參加，佢哋喺筲箕灣折返，沿東區走廊返去維園道，經銅鑼灣天橋以及告士打道去到維園。結果香港代表陳家豪今年復出10公里就贏出，時間係32分10秒，繼2012年之後再次贏得冠軍。之後嗰幾年自己浮浮沉沉、高高低低。冇諗過真係好似今日咁順利咁樣衝咗翻嚟啦！多謝潔晶啊，咁佢幫我 pick up 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啊。最特別一個地方係可以輸入跑手嘅號碼簿，查詢翻佢嘅成績。女子組方面同樣由港隊代表贏出。過去7次參加半馬嘅呂慧敏，第一次參加10公里就做出38分06秒奪得冠軍。全程42.195公里嘅馬拉松，今年報名人數達到17500人。跑手喺尖沙咀起步之後，沿西九龍公路跑上昂船洲大橋，然後喺汀九橋折返，經西區海底隧道過海，跑過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。埃塞俄比亞跑手嘅美拉古尾段越跑越優，最終以打破大會紀錄嘅2小時10分30秒贏出。快第二名嘅肯尼亞代表基比耶高3秒，兩個人衝線之後仲一齊跳翻拍舞慶祝。自費參賽嘅美拉古贏得65000蚊美金嘅獎金。I will do many things. Maybe I will buy house, something, and lend poor people. 女子組埃塞俄比亞跑手包辦3甲，杜麗莎跑出2小時33分38秒奪冠。風力發電技術發展已經相當成熟。北非特尼斯一間公司設計一個外形獨特嘅高效能風力發電機，靈感來自大自然飛行高手蜂鳥。有別一般風力發電機，呢座發電機只有2塊長1.6米嘅扇葉，開動嗰陣上下擺動就好似雀鳥拍翼嘅形態。的確，佢嘅靈感嚟自自然界。可以定點盤旋高手，而且係唯一能夠向後飛行嘅雀鳥蜂鳥。唔單止扇葉外形似足蜂鳥雙翼，運作原理都相類似，採用8字形循環活動，將動能轉化為電力。有關公司內部測試之後話，呢款蜂鳥發電機係高效能風力轉換器，喺強風之下每分鐘轉速係大約450次。功率同空氣動力學表現都相當好，相信可以適應唔同嘅地方。至於實際可以輸出幾多電，有關公司未有提及。研究人員話，根據美國一啲主流研究嘅經驗，蜂鳥嘅空氣動力學行為比傳統扇葉渦輪更加有能源效益。呢個突破設計足以為未來嘅電力生產開啟新視野。新聞報導完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而家等我哋一齊睇下喺東灣 Pleasanton 市中心嘅夜景，同埋欣賞一下嗰度情人節禮品嘅擺設啦！祝大家情人節快樂！